個世界之間，係兩個世界之間。Between two worlds， 有啲嘢睇唔到，變新鮮，規則寫低咗，但真實藏喺暗角。Hidden truth in between， 學識點樣適應 to adapt， 未講出口嘅 unspoken word 先至最重要，未寫低嘅乖 rule 先至決定一切 decide everything。 Hello， 歡迎嚟到 Between。 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問題，一個計劃究竟喺邊個時刻變成一個承諾？喺一個規劃週期裏面，有一個時刻，一份文件會改變佢嘅性質。喺嗰個時刻之前，佢係一個計劃，一個仔細組織過嘅意圖，仲可以被修訂、調整、修正。喺嗰個時刻之後，佢係另一樣嘢。物料已經訂咗貨，前置期已經開始倒數，個計劃已經變成一個承諾，而承諾嘅後果係意圖冇嘅。主生產排程 MPS 就係嗰個門檻。當 MPS 發佈出嚟，透過規劃系統跑一次嘅時候，佢做咗一件早期嘅規劃文件冇做過嘅嘢，佢啟動咗組織以外嘅義務。物料清單，每一件產品嘅食譜，攞住生產嘅數量，將佢拆解成建立呢件產品所需嘅每一件零件，每一種原材料。呢啲需求會去到採購，採購會發出採購訂單，供應商開始分配佢哋嘅產能。幾十間組織喺多個市區，有時橫跨多個國家，開始準備一單由一個商業決定所啟動嘅交付。喺商業層面睇落好似係一個單一嘅決定，喺物料層面就係一連串已經運作緊嘅同時義務。呢個倍增嘅規模值得停一停，坐落嚟諗下，一件中等複雜嘅製造產品，可能有幾百條物料清單嘅項目，每一條係一件零件，每一件有一個供應商採購，每一件都有自己嘅前置期，自己嘅最低訂單量，自己嘅生產排程，同你嘅排程並行咁跑住。一張客戶對嗰件產品嘅訂單，會啟動晒佢哋所有。呢個先係供應鏈相互依賴實際嘅樣，唔係作為一個概念，而係一組活躍緊、倒數緊嘅義務。而呢個就係擾動咁難吸收嘅原因。問題幾乎從來唔係一件嘢單獨出咗錯，而係一件嘢出咗錯，一件冇到嘅零件，一份對唔上嘅規格，一個需要多2日嘅供應商，整個級亂就會停低。冇零件就開唔到條線，條線唔開，產品就出唔到貨，客戶就收唔到佢哋被承諾嘅嘢。而呢個先係最矛盾嘅地方，令供應鏈咁高效嘅嘢，緊密嘅相互依賴，精準嘅前置期匹配，零多餘用量，就係令佢咁脆弱嘅嘢。喺冰封區，即係嗰個供應選項已經承諾咗，前置期已經開始跑咗嘅規劃視野，選項係狹窄嘅，加急補救缺失嘅零件。如果剛預得到，而日價運費可以接受嘅話，替換另一件零件。如果有一件符合資格嘅替代品存在嘅話，或者停條線，錯過承諾，去打呢個電話。從業者對世界級主生產排程表現嘅標準，係計劃按時按量執行嘅比率喺95%到100%之間。呢個係一個組織可以話自己達到營運控制嘅門檻，即係承諾同執行可靠地連接埋嘅時刻。對於仲未達到呢個門檻嘅組織嚟講，典型嘅表現
大約去到70%。全球有80%半到90%嘅企業坐喺世界級標準以下，只有非常少數嘅製造商喺全世界可以描述自己已經達到最高嘅規劃成熟度。絕大多數喺失控同受控執行之間嘅領域裏面運作，而佢哋所處嘅位置同標準話佢哋應該喺嘅位置之間隔咗25個百分點，暗示係好具體嘅。對於大多數組織嚟講，喺 MPS 裏面編碼咗嘅承諾係例行地冇被信守，唔係作為例外，而係作為正常嘅運作狀態。個承諾已經做出，執行率係70%。呢兩件事之間嘅落差就係緊急成本、客戶關係嘅壓力同組織信任所累積嘅地方，喺每一個規劃週期裏面隱形地，而唔會出現喺任何一份規劃嘅計分卡上面。呢個表現落差有一個進一步嘅複雜性，係組織經常會錯過嘅。排程遵從率，即係一個關於工廠有冇執行到佢原本計劃嘅內部營運指標，同 OTIP， 即係按時按量交付，一個關於客戶有冇喺被承諾嘅時間內收到訂單嘅外部商業指標，係兩個唔同嘅量度，可以劇烈地分歧。一間工廠可以跑85%嘅排程遵從率，但仍然達到98%嘅客戶按時交付。只要成品庫存夠大，可以吸收滑點。一間工廠可以跑95%嘅排程遵從率，但仍然錯過28%嘅客戶承諾。如果個生產計劃同實際承諾嘅日期唔對齊嘅話，兩種模式喺實際上都會出現。一個為咗其中一個指標優化，而唔追蹤另一個嘅組織，通常會喺幾個季度內損害到另一個，而唔知道，直到證據以客戶流失同商業關係緊張嘅形式出現。喺 MPS 做出嘅承諾，同時朝住兩個方向跑，向內去到工廠，向外去到客戶，兩個方向都要被管理。兩個之間嘅距離就係嗰個落差存在嘅地方，而喺呢個距離存在嘅地方，亦都係有人要負責去承擔嘅地方，就係咁。創生存 adapt 喺份 K 裏揾到自己 between 我哋繼續前行 keep moving forward 留低啲空間留低啲寄望 leave question 唔係所有距離 not every distance needs to be closed 有啲縫隙 our answers themselves